大家好，我係九龍豪宅嘅 Henry， 今次同大家介紹呢個單位咧就窩打老道嘅麗豪閣啦。咁呢個單位咧位於低層嘅 A 室，就面積有978尺，2房一套單位嚟嘅。目前做緊買賣，事不宜遲，我哋一參觀下。入到門口就一個橫廳嘅設計，空間非常闊落。然之後呢度係望出去西南邊嘅景觀嚟嘅，景觀好開揚。然之後喺飯廳嘅附近就係廚房啦。咁廚房嘅透光度十足，而且空間闊落。然之後呢度仲有個嘅功能洗手間。然之後我哋再去到呢條走廊，連接住2間睡房同埋1間浴室。浴室係一個名次嘅設計。睡房空間足夠放一個3邊落床，望到出面開揚嘅景觀。然之後我哋去到套房嘅位置，套房嘅空間非常之大。然之後套房嘅右手邊呢度改造成一個衣帽間。然之後套廁同樣得個名次嘅設計。好啦，我哋今睇住咁多先啦。如果任何查詢，歡迎致電690777297。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